嗨，我是阿芝，今天是4年挑战1000万的第27天。今天外送的系统好像都故障了，每一单都要等。看脸书社群好像大家都差不多。早上10点多出门，然后第一单就开始等早餐10几分钟。到了晚上10点，靠背，然后最后一单麦当劳也要等10分钟，打眼。今天总共的收入是3000元，目前总共累积了41800元，币安里面还是11000元，没有变。我们明天见。